民间做生意的人，大部分大个月初26拢会做个拜拜祈求保灾库。因那明仔载就是旧历12月16，也就是买个，生意人拢会穿三星素果来感谢神明一冬的保庇，也感谢辛劳的付出。也其实南北的风俗嘛无啥共，咱做回来了解。 民众摕凉的汤仔饼仔来拜土地公伯，桌顶阁有满满的水果。台北有土地公庙的主委讲，因为土地公年岁大，爱食甜，一般民众拢会伫初一、19摕甜的来拜拜，也若生意人拢会伫逐个月初2、16替土地公伯做家祈求保灾库。偏农的，他们拜初一15；偏做生意的，伊就是拜初2、16，迄几率会变较大。 很自然的产生一个分水岭出来。逐冬的旧历12月16，生意人会伫咧这年当中替土地公伯做上尾一届的买家。长久研究台湾民俗文化的学者表示，家伫咧古早意思是代表伫咧市场做交易的中人，伫咧买家即天，生意人就会传拜土地公的物件，除了感谢神明的保庇，嘛会请员工食饭，感谢员工一年来的辛苦功劳。做艺这件代志呢，其实是生意人因的。 特殊的这个民俗啦吼，咱若是其他的这个行业呢，就无需要做个，嘛无爱过买个这件代志。另外学者表示，伫咧买家即天，南北有无共款的风俗，伫咧北部才有食挂包的风俗，南部就无。挂包伫咧台语内底，互叫做好家猪，因为挂包洗做成纸袋啊，代表财富有招财的意思。记者陈阿双、柯敏哲台北报道。